大家好啊，我係崔氏，大家又見面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健啊，大家又見面啦。今日崔氏有冇新嘢好介紹啊？有啊，好多添，大家去睇下。今日有介紹呢啲產品，咁多種，咁多嘢啊！有6種產品喎，呢啲都係最新款嘅，我哋蘇菲品牌目前最興嘅產品。大家可以睇下哦，有啲充電寶啊，仲有呢啲卡通嘅高速風扇，仲有呢啲搖頭嘅大風力嘅搖頭台面啊，辦公室啊，邊個位置都可以用嘅。仲有呢啲最新款嘅手震兩用嘅電動牙刷，仲有呢啲語音溝通嘅兒童牙刷，仲有呢啲 AI 嘅打印嘅互動嘅嗰啲AI 打印機。好，等陣同大家再一一嘅詳細嘅講呢個説明。OK，開始啦。好啦，第一個產品咧，同大家講下呢個我哋蘇菲品牌嘅重品充電寶。大家相信呢個都已經有睇過㗎啦，嗬？呢個係原裝正品嘅，3個顏色，然之後咧呢度有個支架。有帶心思加埋 QR code 嘅，呢個都係最經典嘅款式，都係最穩陣嘅。有帶心思 QR code 上飛機完全冇問題嘅，嗬，一次吸就得㗎啦。呢個係質素非常之穩定嘅，大家可以睇下，係吸落去就即刻可以充電㗎啦，係。呢個可唔可以插線充啊？可以哦，可以睇睇，呢度有一條線，呢度。哦，呢條係線嚟嘅。係啊，呢個係線嚟㗎，你睇下好犀利，又短又唔阻地方。呢一個同時可以用2部手機㗎，一部無線充，一部有線充，仲有呢個可以充手錶、耳機、手機㗎喎。咁犀利嘅充電寶，大家冇理由唔要啩？嗱，仲有2個 size， 一個係薄啲嘅，一個係厚啲嘅。薄啲呢一個呢就5000毫安嘅，厚啲呢一個就10000毫安嘅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，好薄又薄。呢一個呢大概就充個1次半左右啦。呢一個可以充個2次半差唔多。嗱，好靚嘅3個顏色，大家有咩需要呢？可以過嚟揾阿崔氏，帶住呢條視頻過嚟呢，崔氏俾你個粉絲價錢哦。都唔打嘅。勁個波嚟！哇，嗰段都好襟用喎。係啊，你睇下呢個真係唔錯㗎。都好輕便啊呢個。係啊，好輕便啊，攞喺手上完全就冇咩感覺，真係同手機嘅厚度差唔多㗎，真係好抵喎！呢一個仲有價錢非常之實惠㗎，我哋係一手廠家啊，係啊。好勁啊！攞出街都 OK 啊，都好方便啊呢個。好啦，咁下一個產品同大家講下，第2個產品呢一個呢，即係目前最新款嘅高速風扇，高速嘅卡通風扇哦。好靚啊呢個！女仔啊男仔都可以嘅，仲有呢個有帶燈嘅，呢個燈都可以關着咗嘅。呢個係高速嘅風扇，你睇下，從撳一下，然之後到100%。哇！風好勁啊呢個，勁唔勁啊？好勁啊！亮唔亮啊？好亮啊！呢個有冇感覺啊？有感覺啊，好亮啊！真係好犀利㗎！呢一個你睇下2個顏色，掂掂地哦！呢一個布靈布靈嘅，呢個攞喺手上咧，唔輕又唔重，非常之有質感手感㗎。仲有呢個風力，好舒服㗎呢個。仲有呢一個咧，可以掛包包。可以手揸，都可以掛頸啊喎！係啊，又可以掛頸。你睇下佢有配條繩俾你㗎，呢個都係最新款嘅獨家絲膜蘇菲品牌嘅，非常之靚嘅。大家如果睇啱啦，可以過嚟揾阿崔氏或者揾阿健仔，都可以俾你打個粉絲價錢㗎，真係唔錯。係咯，過嚟揾咯。係啊，揾阿健仔都一樣㗎，都一樣可以俾你打個粉絲價錢，好。嗱，依家就睇第3隻款，第3隻款都係非常之靚嘅，呢一個可以睇睇。呢個台面嘅搖頭風扇有咩功能呢？可以俾你睇呵。呢一隻嘅做工係非常之靚嘅，原裝原材料都係我哋蘇菲品牌嘅，呢啲全部都係
自主研發嘅，都係我哋公司自己研發出嚟嘅產品，非常之靚嘅獨家絲磨產品咯。我哋嘅產品都係市面上非常之質素 OK 嘅，好，俾你睇下呢個係點操作嚇，呢個係遙控嚟嘅，然之後咧呢長撳，然之後就開機，然之後呢度風速撳一下，再撳一下，有3個風速，加埋呢個係搖頭，掂一下佢就自動會搖頭，超級嘅靜音，你有冇聽到聲音啊？聽唔到。完全冇聽到聲音㗎呢一個，兩個顏色。呢個風都好大喎。係啊，2個顏色，然之後冇聲音嘅，加埋呢一個嘅風力係非常之舒服，佢係從黃風嚟㗎，吹到非常之舒服㗎。然之後咧，佢可以定時啦，又可以即係搖頭啦，你中唔中意搖頭都得嘅，可以調嘅，係啦。有2個顏色，一個係藍色，一個係白色，都係非常之靚嘅產品，好。呢個電可以用幾耐啊？呢個？呢一個即係充一次電最少可以8個鐘㗎，係啊。8個鐘。係啊，開，如果係冇咩熱嘅話，似呢個天氣嘅話，你唔使開空調，開呢一個都得㗎啦。呢個好夠涼啊！呢個。係啊，夠晒涼㗎呢個，風力係叭聲啊，完全冇問題㗎。睇到我都想買。係啊，有冇心動嘅朋友啊？有嘅話就可以過嚟睇啊，係啦。都可以接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可以接埋㗎，接埋好細個啊！你如果係咯，咁佢攞出街都 OK 啊嘛。係啊，你可以去旅行啊，去露營啊，去燒烤啊，呢啲都得㗎喎。仲有一個功能哦，可以掛埋廚房㗎喎，廚房都得㗎。都可以掛啊！係啊，非常之方便㗎。有需要嘅話就可以過嚟睇，需要邊隻款啦，可以過嚟揾下崔氏，冇問題嘅嚇。好，接落嚟咧，同大家介紹多一隻款。依家先同大家介紹呢一隻咧，電動牙刷梳，係睇下呢一個係獨家絲磨產品㗎哦。你睇下有咩功能？呢個係兩用嘅，掃震，又可以掃埋，又可以震動嘅。係非常之動，係啊，好勁㗎！我試下。目前好新款，仲可以定時添。係啊。哦，都好勁。係啊，呢個好勁㗎！你可以開機睇下佢掃震非常之靚嘅。仲有呢一個有配3個頭，有配3個換刷梳頭，一個可以用3個月，等於買一隻嘅話，可以用1年㗎啦，唔夠仲可以再加買哦。係啊，我都多埋顯示屏係咪？係啊，仲加埋呢個顯示屏啊！嗱，呢度可以睇到時間啊，你刷幾耐啊？呢度都可以睇到嘅。呢一隻咧，全部都係我哋素輝品牌嘅，係，所以大家過嚟專賣店買貨咧就非常之放心嘅。我哋嗰啲服務係非常之好嘅，都係原裝正版牌子貨嚟嘅，嗬。係。2個顏色。最好啦，過嚟試下咯。呢個係包裝嚟嘅，係有需要嘅話可以過嚟揾下崔氏或者係經仔都得嘅，係都俾你啲計平啲俾你哋。係。嗱，依家接落嚟咧就同大家介紹一個兒童產品。兒童有咩新奇嘢啊？兒童產品呢隻就不得了啦！呢一隻咧，同大家講下，呢一隻咧有一個 AI 嘅互動嘅。AI 啊？係啊，依家目前都係 AI 最興嘅產品啦，所以同大家講咧，呢一隻係非常之抵嘅，非常之好嘅。呢個可以細路仔啦，嗰啲2歲啊到12歲啊都冇問題嘅。點解咧？呢一個咧有個 AI 互動，比如話你刷牙刷鬚啦，然之後咧你刷個10分鐘啦，佢就會同你互動。哇，好犀利嘅 BB 啊！你刷咗10分鐘啦，然之後你堅持咗1個星期咧，佢都會同你講啦。有獎勵嗰啲獎勵品俾你啊！然之後呢一個即係可以俾細路仔堅持刷牙嘅功能，係有個 AI 互動嘅，係。呢個非常之靚嘅，然之後有開機俾大家睇下。好。
你聽到冇啊？有講嘢㗎。有英文，仲有中文。有互動，其實個細路仔更容易堅持查下啲更有呢個事咯。係，佢可以同你傾偈嘅，你刷到點樣啊？佢都會同你講。如果你刷唔公正咧，佢都識同你講㗎，要刷多一次啊咁樣嘅。係，呢個有3個顏色，幫助小朋友啦嗰個牙會更加嘅清潔啊，更加嘅靚啊，就係咁樣咯。係，男仔女仔都有嘅，3個顏色，粉紅色啦、藍色啦、黃色啊，呢啲都非常之適合細路仔用㗎。係啊，依家接落嚟都係暑假啦，或者係端午節啊，嗰個父親節啊，可以帶嗰啲細朋友過嚟買啊，係啊，帶嗰啲細朋友過嚟買啊，呢個好靚㗎。有乜嘢啊？仲有一個最後一個重磅消息嘅最靚嘅細朋友嗰個 AI 打印機。AI 打印機。嗱，聽起身都非常之勁嘢㗎啦，係啦，大家可以睇睇點用嘅，係同你介紹下啦。呢一個咧就係目前依家全球做到最大嘅3.5屏幕。係螢幕，呢個係3.5嘅，然之後開機俾大家睇下，3個顏色，紅色啦、粉紅色啦、藍色，有3個顏色。呢個係做到護眼嘅，即係唔會傷眼睛嘅，係非常之好適合嗰個2歲到12歲嗰個細朋友，係啦。仲有呢一個咧，即係話全球做到最大嘅螢幕。加埋呢個可以觸屏嘅，大家去睇下。仲可以觸屏㗎？係啊，呢個可以觸屏㗎，非常靚㗎。呢個可以觸屏嗬，去睇下。仲有呢一個咧，就可以做到係多國語言嘅，係你如果要中文就中文，係英文呢啲都可以喎。英文啊，呢啲都得嘅，係語言啊好多種，仲有佢可以識別28個國家嘅語言。嗱，你天馬行空，係你想點講就點講，係講得出佢就打得出。仲有呢一個咧。打完之後仲可以畫畫，入邊有送嗰啲彩筆俾你哋，可以畫完之後可以貼埋冰箱啊，貼埋牆紙啊，貼埋邊度都得嘅，非常之多嘅功能，我可以試下。試下咯。嚟，阿健仔試下。試下。打隻跑車俾我。係，依家係講緊打隻跑車，大家可以睇下啱唔啱喎。哦，真係喎！真係好犀利哦！呢一個真係跑車嚟啊喎！係啊，真係好掂㗎呢個產品，即係你天馬行空，你講得出佢就打得出嘅，非常之接地氣嘅呢一個。仲有可以帶個夜燈啦，晚黑放喺床頭啊，乜嘢都。打出嚟都好清晰啊！呢個。細朋友啊，陪埋細朋友唔使睇手機啊！呢一個獨家私募產品咯。依家做到係全球最大螢幕可以觸屏嘅唯一一隻，仲有佢唔使連埋 APP 嘅，唔使連。係啊，你出去出邊啦，手機可以自己用啦，呢一個俾細朋友用就得啦。呢一個可以連埋手機嘅熱點，加埋可以連埋嗰個 WiFi 就得噶啦，乜都唔使下載 APP，可以脫離細朋友攞手機嘅。呢個係陪伴細朋友，仲可以講故事哦。仲可以識別嘅粵語啊、英文啊、葡萄牙、意大利啊，多國語言，你講得出佢就打得出，非常之係啊，好犀利真嘅呢一個。我可以同佢傾偈啊喎！最緊要嘅係價錢都唔貴哦，係啊，好實際嘅，好實惠嘅。大家有咩需要啫？可以過嚟睇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咁多全部產品都喺呢度，係啦。每一期嘅新產品都有好多嘅，如果有咩需要咧，大家就可以過嚟實體店揾阿 Tracy 或者揾阿堅仔，呢度有好多嗰啲銷售可以同你介紹專業嘅介紹。好啦，咁呢一期咧就咁樣就完束啦，多謝大家。多謝，真可以過嚟試下啊嘛。OK。